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。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节到第6节。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4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医治、神迹，我们生活中所领受的恩典都是上帝的作为。基督徒认为生命中所有的大小事都是上帝作为下的一个成果。我们昨天在经文分享当中提到了苏念的妇人，她无法生育，然后呢，上帝的仆人以利沙就预言这个上帝的作为呢，使他可以生一个儿子。后来因为孩子死去了，上帝再度借着他的仆人以利沙来施行了神迹，使他的儿子复活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也看到许多上帝神迹的记号。上帝是亚伯拉罕，他在100岁的时候生儿子。他也再一次的使得路德能够被接纳，然后结婚又产子。他使得哈拿生育，也使外邦的乃曼将军他的麻风病得医治。上帝的作为，我们可以说是无时不在，无所不在。他历经了历代历世，他都有作为留下来。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到这个苏念的妇人，标题写着苏念的妇人返回。以利沙曾经告诉住在苏念的妇人，他的儿子他曾被以利沙救活。上属使这地方遭遇7年的饥荒，他应该跟家人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住。那妇人从以利沙的话，他听了，跟家人一起到腓利士去，在那里住了7年。7年满了，他回到以色列，他去见王，请求收回他的房屋和田地。他看见王正向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打听有关以利沙行神迹的事。当基哈西正告诉王以利沙怎样使一个死了的人复活的时候，那妇人到王的面前为他的房屋和田地恳求。基哈西对王说：“陛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救活的那人。”王向妇人查问，他的回答证实了基哈西所说的事。于是王召来一个臣仆，吩咐他把属于那妇人的东西都还给他，包括他不在的那7年田里所出产的农作物。上帝透过先知预告了将会有饥荒，就让苏念的妇人她得以来去到这个腓利士的地方去躲避饥荒7年之久，并且在他们归回之后，又差派了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成为了见证人。苏念的妇人就能够
因此取回自己的田产以及应得的收成。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特别的作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5章36节到41节，记载了一段初代教会使徒之间的纷争。保罗因为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，有一位年轻的同工马可约翰，他并没有完成旅程，半途而废，不愿意再接纳他再次的加入宣教团队。保罗就与他的好同工巴拿巴起了非常严重的冲突。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决定就分开，分别的展开了各自的宣教旅程，福音因此也就更宽广了。圣经这样说，保罗和巴拿巴分手，过了些日子，保罗对巴拿巴说，让我们回到从前传布主道的各村镇去，看看信徒们的情况。巴拿巴想带约翰、马可一起去，可是保罗不同意，因为前次他不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工作，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。他们两人为了这个事剧烈的争执，终于分手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去，保罗却选择了希拉，蒙信徒们把他们交托在主恩典的眷顾中之后，也离开了。他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家，兼顾了各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信心。虽然他们因为意见不合起了激烈的争吵后，然后就分开了，但值得高兴的是，他们都看重上帝给他们的呼召，虽然分开，仍然坚定的为主上帝来做工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呼召就是上帝的作为，这值得我们学习。美国新议会曾经因为某些敏感的议题而发生过教会分裂，但是在事情过后，他们仍然可以坐下来开会，一起会谈分享，并且一起举办各类各种的聚会，因为他们看重的是福音，他们看重了上帝的功，让自己所做的都成了上帝的作为。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。但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怀念你。你要起来，要怜悯锡安，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时机成熟了。虽然锡安已经被摧毁，你的仆人还是爱他。虽然他已经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万国要敬畏上主，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。上主重建锡安的时候，要显示他的荣耀。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，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。要为后代把上主的作为记录下来，让那些未出生的人晓得颂赞他。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视，
他从天上观看人间，他垂听囚犯的声音，他释放被定死罪的人。这样人要在西安传扬上主的名，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颂赞他。那时候万国要聚在一起，万民要一同敬拜上主。我壮年的时候，上主使我衰弱，他缩短了我的生命。我的上帝啊，不要使我夭折。上主啊，你的岁月无穷无尽。你在远古创造大地，你亲手造了诸天，他们都要消失，你却长存。他们都要像衣服破烂，你要更换天地，如更换衣服，天地都要消失。但是你始终如一，你的岁月无穷。我们的子孙将享受安康，他们的后裔在你保护下也将繁盛。感谢上帝借着许多信仰的前辈传福音，留下美好的见证，引领人进入了信仰，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谦卑，愿意顺服，并且愿意同心合一的在教会服事，成为彰显主的作为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